個人一世應該學識嘅唔係賺錢，亦都唔係打扮自己，而係無論遇到幾大嘅風雨，都有令自己快樂起身嘅能力。出身你冇辦法選擇，婚姻有時候真係要好靠運氣。你唯一能夠令到自己好過呢一生，就係具備情緒調整嘅能力。呢個世界睇落去紛繁複雜，本質上仲係一個人嘅世界。風來聽風，雨來聽雨，人生就好似一場體驗，請你務必盡興。由今日起，每日留5分鐘，就係為自己深呼吸，寫一句感謝，聽一首療癒嘅歌，或者靜靜咁樣感受當下嘅情緒，而不批判，培養讓自己快樂起來嘅能力，唔係奢望，而係你值得擁有嘅日常練習。呢一世，你盡興咁樣去活，溫柔地愛，清醒咁樣去行，好冇？我是你的光，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，關注我，越來越幸福。